就走到不了城了。阿财个月，我那个月当啥？你当个比赛没去搞嘛？阿财，还没哈喽，阿财只能认到了他个。阿财嘛，阿财的我哪叫去搞？他大爷个还阿财个字幕，和那个还阿财的估计有了。估计都到家，江总给我试试，估计有个的走啊。拜拜。都到家，江总给我试试，估计有个的走啊。呼呼，拜拜。叶老，这都深圳那个卡子到了，我上到去搞。老师，我读绳子我讲，你家学校过年做了作文呢，你这是怎做？这些乱七八糟的呀！那作文题目我讲了喏，作文题目也好，我最让脑干的一弄，你做讲啦？你的弄了长头骨头，故事传统一样，找修路做贼，我不管哪个咱要收钱。大汉呢？讲看你做的，大汉的内容如果有详细的，看狗子团长开通回运，立马都删。我的搞开通回运知道吗？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我的搞开通回运知道呢？地龙牛，大家个多个月，我叫个蒙被装最面咯，最面咯。地龙牛这么多年的，甚至最面。你看，这下我能把我能做好手。地龙牛，个这啥样子呢？个本着个毛哦。桃子呀，过啥事情来个？毛了嘛，给明了我的子毛，别给我先做我惨了，我都可以，糟糕哦！地龙牛个啥？地龙牛个啥？叫那这被一家迷死了，和那这真正对门好闹事，我一对我知道累，我叫跟着我多累，对面么最好闹呢？你非哦，叫那这被我包狗死。结婚面呢？被我包个手，结婚面呢？你睇，我个家被我干掉了。地龙牛，这是炮弹那个弄啥？在那个家门干干那，先拿炮弹的弄了。你非熊样子吵呢？哎呀，扔狗对妹妹，哪条都扔狗的呀？只要熊了，扔狗的呀。地龙牛，我擦哈个嘛？真咋么嘞？你拿跑那么了？阿妈现在，地龙牛当炒了可好弄嘛？对呀，错样子呢。你好葫芦啥me，个家都最生狗那个错，错me，我到底搞了这些年走了忙干么？我怎么不要呀？你说啥都个海咯？我只炒了么个？地龙牛个啥地个地方景最容晒，地包狗啥啥的了，这路不是的，不要当家包狗咯，地龙牛个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地龙牛，这啥样子？我都害得哥哥只是拿叉叉的，只想化妆，这个都尴尬嘞。这怎么下了的不好？没在小人的看到你是，我有的不嘛，只拿叉，谁知道嘛摸着化妆品，一弄嘛都做那么下了的不啊？我是当然搞搞，我喊你结搞啊！你别笑。地龙牛，为啥子路对不？路铺来扔狗，迷来迷路，多换腿，我讲今年伢做工呢。你分，我伢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。我伢搞的都是因为我要学子啊。你别笑。地龙牛，毛奶我哪不只要这
干嘛故意的？我冇这个闹啊！我怎么？搞我冇得这种闹。哎呀，我懒我们个懒闹嘛，我你不冇那的就老贼哎，就个哪不真要贼个我冇说这种闹过来真懵嘞，懵了懵的了妞，懵呢个多故意嘛，故意多干餐菜，个一点干餐菜呢，个火锅冇个人都冇个就真菜啦。就估冇啦，估冇嘅，估老贼啦！我嘛，我那个哪个仔真要贼呢？对一毛事，个哪个仔真要贼诶？这火锅冇个油子呢？你打我咋？哥得，活该当sensu哦！哥得，活该当sensu哦！哼。都到家，讲子给我试试啊！我只约个的走啊！呼呼，拜拜。你睇，我個架俾冇揀卡咯。啲老妞，其實拍單那個路上，大家講冇尷尬，那想拿拍單的路啦。你飛哎，上兩隻草呢？哎呀，上狗對妹妹，哪條都上狗的呀？只要上啦，上狗的啦。哦，啲老妞，我擦下噶嘛，真咋冇嘞？你應該傳得冇啦。阿媽真係，啲老妞，當傳咗佢好了嘛？對呀，傳นั่น啫呢。你好葫芦山咩？個隻都最上狗那個錯，錯咩？冇到底搞到第二日走了，冇幹麼？我怎麼不約？你說啥都個海咯？我只查得冇個。啲老妞個沙地個地方見最好晒，啲北古沙沙嚟啦，就碌嗰時地俾一當隻北古咯，啲老妞㗎。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啲老妞，個細兩隻，個都係㗎，個個只是拿叉叉嚟，只想化妝，有個都尷尬呢，個怎麼燒了啲布呵？沒在有那點看到你是，我有的布嗎？只拿叉，誰知道嘛？摸着化妝品，一弄嘛就裝到麼燒